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2月16日。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5节。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、所深信的道理，因为你知，这个是对什么人学习的。你嘛知，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，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，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。保罗劝勉提摩太，着持守所学习、所深信的道理，也这道理，嘛是伊来对保罗所学习的。搁较要紧，因为保罗知提摩太对细汉就来明白圣经，这个明白所代表的意义，有代表亲的明白、体验甲亲密的关系。换一句话讲，就是咱甲圣经要有迄种真亲密、深刻、明白的关系，才是真正伫遐来明白圣经。保罗讲，提摩太对细汉就明白这个圣经，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，也通过信耶稣基督，会通得到拯救甲活命。亲像保罗对提摩太的勉励，也有缘勉励咱每一个人，就爱持守所学习、所深信的道理，就是圣经上帝的话。透过明白上帝的话，互咱得到真正的智慧，也互咱的活命会通得到拯救，甲永远通甲主三个徛起，愿主甲你三个伫底，耶稣听你，祝你平安。